每年喺4月中咧，社福界都會專為國家安全呢個主題咧，配合每一年國家嘅國家安全日咧，我哋會自己做一個社福界嘅專題關於國安嘅研討會嘅。我每年都好珍惜嘅，因為同事咧會真係講具體點樣喺日常生活度咧係做好國家安全嘅工作。呢個咧我就分外珍惜，亦都好期待咧聽一聽大家嘅分享。非常感謝局長再次邀請我嚟到心連心學院同大家分享，希望社福界嘅朋友咧喺局長帶領底下，咁讓到更多人咧都了解喺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咧過去嘅挑戰同埋國家做咗嘅工作。咁無論咧係任何嘅角色啦，我哋嘅都係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香港國安法咧已經係實施咗接近6年。今次難得我哋可以上嚟分享咧，點樣去為維護國家安全出一分力。國家安全咧就人人有責，咁啊點樣少得我哋社福界啊？守法守法齊守法，守護國安有辦法。社福心連心，自發齊同初心。我哋齊護下一代，保護香港創未來。社福機構齊做，守護國安冇難度。聽完6大門派嘅精彩嘅演出之後咧，更加咧令大家融入呢個國安家安有心安。感謝大家。